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路加福音第6天的共读。今天要读的是路加福音第4章的1到44节。昨天我们从第3章读到了施洗约翰被抓到监狱里，以及耶稣的受洗，还有耶稣的家谱。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4章，耶稣他在旷野里面受试探。而耶稣的第一年的服事呢，侍奉，大概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来看到，就是耶稣在约旦河受洗，还有耶稣在旷野受试探。那也有在提到，耶稣有5个门徒跟随，在约翰福音有记载，还有耶稣在迦拿的婚宴。那约翰福音有记载尼哥底母来夜访耶稣，然后门徒也为人施洗。那一直到第一年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井边的这个问道里那施洗约翰是在耶稣传道第一年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服事呢，第一年是他还没有出名，还没有真正名声传开的时候。好，那关于耶稣第一年的服事记述最完整的或是最详细的是在约翰福音哦。好，那我们从路加福音可以从第3章还有第4章的前半段，耶稣受试探，可以看到耶稣他在第一年的侍奉。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来进入这个第4章，我们来读第1节到13节，耶稣受试探。耶稣受试探，耶稣受信心充满，对约旦河回来，以互信心带去旷野，伫遐42久受魔鬼试探。迄个期间，伊拢无食什么，遐日子过了，巴肚就枵。魔鬼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囝，便令即块石头变做饼。耶稣应讲，圣经有记载，人在活，毋若活靠饼。然后魔鬼带耶稣去到悬的所在，1万里久，将天的万国互伊看，甲伊讲，这一切权势甲荣华，我拢要互你，因为这一切已经拢交互我。我要互什么人，就互迄个人。所以你若来跪落拜我，这一切拢是你的。耶稣应讲，圣经有记载，着拜主，你的上帝，只有服侍伊。魔鬼搁带耶稣去耶路撒冷，互伊徛伫圣殿上悬的所在，甲伊讲，既然你是上帝囝，对遮跳落去，因为圣经有记载，上帝会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来保护你。搁讲，伊会用手甲你扶地，互你的骹袂磕着石头。耶稣应讲，圣经有记载，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所有的试探拢完了，魔鬼就离开耶稣，听候后边的机会。从路加福音的第4章1到13节，对照的是马太福音的第4章1到11节，也是讲到耶稣受试探。在马可福音只有在马可福音第1章12、13节有短短的记载。魔鬼的试探是来试探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第3章的最后一段讲到耶稣的父亲是谁，父亲是谁，谁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到最后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到第4章，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第1节讲到耶稣满有圣灵，就是有神的同在。那从约旦河受洗回来，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40天的禁食，在那当中受到魔鬼的试探。魔鬼第一个试探，总共有3次的试探。第一次的试探就是要耶稣用神儿子的身份，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叫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马太福音说变成面包。好，那无论如何呢？耶稣用生命记第6章13节的话说，人活着不单靠生命记第8章第3节的话，神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耶稣他用上帝的话成为他进食当中的力量。而魔鬼呢，第二个试探就是把他带到高山，在霎时间、刹那间，就是一下子就把天下的万国都让耶稣看到。对耶稣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都要给耶稣，只要耶稣在魔鬼的面前下拜。魔鬼这句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那我们也要明辨，魔鬼真的能够得到天下一切的荣华、万国的荣华吗？还是魔鬼根本这就是一个谎言，是在欺骗耶稣呢？但是耶稣的回答是引用申命记6章13节，要拜就要拜你的神，唯独侍奉神，不是侍奉金钱，不是侍奉马门，更不可能拜魔鬼。
第三次魔鬼的试探是要耶稣用神儿子的身份说你到圣殿上面，好，如果是神的儿子从这里跳下去，魔鬼也引用圣经，就是诗篇91篇11到12节，主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但耶稣继续引用《申命记》第6章第16节，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呢，在3个地方，旷野，第2个高山，第3个耶路撒冷。旷野代表肉体，就是在肉体上的缺乏；高山代表人的心，追求那个最高的位置；而耶路撒冷代表人，代表圣殿，就是代表人的灵哦。所以魔鬼在3方面。旷野的肉体然后高山的心，还有耶路撒冷的灵，身心灵来试探神啊。但是呢，这个耶稣都能够用神的话来应对。那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只有在第2个试探、第3个试探是顺序颠倒，但是呢，里边的内容引用经文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呢用神的话来通过试探，但是呢，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4章的13节讲到，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离开耶稣，在等待时机啊，就暂时离开他。可见呢，魔鬼的试探呢，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在等待时机。好，那接下来呢，第14节，4章14节之后呢，就是耶稣开始第2年的传道，带着能力回到加利利啊。好，那14节，我们继续来读，读到30节啊。耶稣受信心的关联，充满登去加利利，伊的名声传到四周围各地区，伊伫逐个会堂教世人受人尊敬。耶稣倒去伊中大的所在，拿撒勒，照习惯伫安息日入去会堂，伊徛起来要读圣经，有人摕一卷先知以赛亚的册互伊，伊就剔开，找到一所在有记载：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车的人。伊差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耶稣甲册卷起来，行互会堂的助理就坐落去，会堂内的众人拢注目甲伊看，伊就甲因讲：这段圣经今仔日恁在听的时已经实现了。大家拢称赞耶稣，对伊所讲人数的话感觉奇怪，讲这个人竟毋是约瑟的囝。耶稣对因讲：你一定会应用。医生啊，就依伫你家己即句俗语来对我讲。我有听到你伫加百农做真侪代志，但嘛着伫你的故乡做。耶稣阁讲：我实在甲恁讲，先知无一个伫家己的故乡受欢迎。我甲恁讲实话，伫以利亚的时代有空旱3年半久，逐所在有大饥荒。迄时以色列中有真侪寡妇，以利亚并无受差去因遐，只有去西顿撒勒法一个寡妇遐。先知以利沙的时，以色列中有真侪麻风病人，除去叙利亚人乃曼以外，无一个得到清气。会堂内所有人一听到这个话，真受气，因徛起来，甲耶稣赶出城外，救到山坎，要甲伊请落去。伊的城是起伫山顶，耶稣却对因的中间行过，做伊去。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的传道回到在加利利，带着能力，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而在加利利的传道，耶稣的名声就传开，而且耶稣在各个会堂里面教导人的时候呢，是得到人的称赞，众人都称赞耶稣的教导，就是觉得他的教导很棒，都称赞他。但是呢，我们接下来看到在路加的记载呢，就是从称赞呢，到最后对耶稣来发怒是继续呢，耶稣回到他的故乡。从16节，耶稣回到他自己长大的地方，就是被养育的地方。而且呢，按照规矩，就是耶稣的习惯，都会到犹太人的会堂，而且他会站起来念圣经。我们在这里有看到耶稣念圣经的时候站着，所以他念的圣经呢，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可见这个书卷，他把它展开打开。然后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的前半段。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就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啊。好，那这一段呢是先知以赛亚书当中的弥赛亚好的自我介绍，而在耶稣呢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好，那他就是神所差的这一位，而主的圣灵好带着耶稣受洗之后，有圣灵仿佛鸽子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又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接受试探，又带着圣灵能力回到加利利，又从加利利回到他的故乡拿撒勒。而主的灵呢，一直与耶稣同在，并且呢，要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宣告被掳得释放，瞎眼得看见，瘸腿的好能够被受压迫的能够得自由，因为这是神悦纳人的禧年啊。这些年在利未记的25章，好，里面有提到，就是第50年，就是7个7年，好，第49年，这些可能是被掳的、贫穷的、卖身为奴的，但是呢，在经过7个7年之后呢，就是神的禧年，好，所以土地可以取回，农地可以休耕，而奴仆、奴隶也可以得到自由。而耶稣在21节对这些众人，他的家乡的人说：你们听到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好，大家听到这里呢，哇，觉得很棒，感谢主应验。但是呢，好，接下来的对话呢，好，就是对耶稣的质疑。又有人开始说：诶，他不就是约瑟的儿子？所以路加福音啊，也让我们看到人就是用人的标准、人的眼光来看待神的儿子。原来路加好不容易把约瑟的儿子一路带到神的儿子，然后进入到第4章，好，然后怎么样胜过魔鬼试探？可是呢，一回到他的故乡，好，又好像从神的儿子又被打回是到约瑟的儿子。所以耶稣也知道他们的心，好，你们会引用俗语，医生医好你自己，要耶稣也在自己的家乡，好，做神迹给他们看，好，但是耶稣引用先知没有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接纳，好，他引用了这个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好，在他们的先知在列王记上的17章是以利亚的故事记，列王记下的第5章，好，是以利沙的事迹，好，那以利沙呢，他只有在西顿的撒勒法好的地方。那这个从这个地图上面，好，可以看到西顿撒勒法，这是在列王记好下以利沙的记载，在靠海边的地方有行神迹，但是呢，以利亚好却跟以利沙呢，在他们的自己家乡当中呢，好，甚至连没有办法来行神迹，反倒是在大马士革，在叙利亚外邦地的乃曼将军，好，因为以利沙好的话去河里面洗7次，他就得到洁净了。好，耶稣举这个例子，我们来看觉得不怎么样，可是对那时候的犹太人来讲，哇，这是一个羞辱。好，因为耶稣正好说中他们心里面的质疑，好，然后说到他们好像就是那个得不到洁净的，好的那个没有不能见神迹的，所以整个本来耶稣在宣告，在会堂读圣经，好，坐下来讲道的时候，好，大家还称赞，但是呢，这时候大家的火就上来了。然后呢，就把耶稣呢，好，从会堂里面把他赶出城，甚至把他们带到山崖，好，所以耶稣应该是在这个加百农，好是在他的对不起，拿撒勒，好，把他带到山崖去，好，然后要把他推下去啊，好，意思就是要把耶稣做掉。但是呢，30节这是路加的记载。这个事情呢，耶稣在自己家乡被厌弃，马太13章有记载，马可第6章有记载。好，可是耶稣要被推下去的时候呢，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好，现在中译本翻成从容的走了。好，所以呢，这样的动作也让我们很讶异。耶稣好像临危不乱，那他们呢对耶稣似乎好也没有办法好在他身上来害他，因为主的灵在他身上。好，但是路加没有描述更多，因为路加希望继续保持耶稣是人的儿子，是人子这样的身份。好，我们继续再看31节到37节。耶稣以后下行复兴的人，好31章，耶稣落去加利利的加百农城，大家安息日拢有在教示人，因对伊的教示感觉非常稀奇，因为伊的话有权威。会堂内有一个互无清气的鬼神附身的人，伊大声喊：拿撒勒人耶稣，你莫插阮！你来要毁灭阮是无？我知你是甚物人，你是上帝的信者。耶稣甲伊责备讲：点点对这个人出去，跪伫众人的面前，
甲伊摔倒，就对伊出去，拢无甲伊伤害着。众人真着惊，讲来讲去，伊诶话哪会遐厉害？伊用权威甲能力命令邪神，因就出去。耶稣的名声就传到四围达所在。耶稣在这里31节回到他的家乡，却被赶到山上，赶出城，甚至带到山上，要把他推到山下，把他摔死但是呢，耶稣从容的离开之后，他去到了下到加百农，下到加百农就是这个地势是往下走的，下到加百农。加百农这个字的意思呢，是叫做安慰之春好，那我们也看到耶稣来到这里呢，的确也得到了安慰。因为呢，他在这里一样按照他的习惯，在安息日到会堂里面来教训人他读圣经的时候是站着读圣经，讲道的时候是坐着讲道。那会众对耶稣的教导感到惊奇，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反应呢。那因为耶稣的话有权柄，在会堂当中有一个被鬼附的，然后他把鬼的话带出来，说：拿撒勒人耶稣，你为什么干扰我们？你来消灭我们？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在这里强调是神的圣者，可是到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鬼都看得出他是基督是弥赛亚，就是那一位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我的那一位弥赛亚，鬼都看得出来，可是人不见得看得出来。但是耶稣呢，他斥责这鬼，因为耶稣他没有要在这里泄露身份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真正把他的身份宣告出来呢，是在该撒利亚的时候。那这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马可福音是放在第8章，路加福音要到第9章就是耶稣就是彼得认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说，这不是人启示你，是神启示你的。好，所以这是一个耶稣服事的一个关键点在马太是16章，在马可是第8章，在路加是第9章。好，这是耶稣的服事的第3年在他的承认他自己是基督的身份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做的就是开始进入他最后的半年的服事半年服事就开始预告自己要受苦并且要受害，并且要受死好，然后在马太福音，耶稣这个彼得就开始说耶稣万万不可好，然后耶稣又对彼得说撒旦退我身边去，退我后边去好，我们继续再看这个撒旦呢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但是呢，耶稣就斥责那巫灵，那巫灵就离开他却不能够伤害人。所以在加百农安慰之村的众人呢，就非常的惊奇，这是什么道理这个人居然有权柄和能力指挥巫灵，巫灵竟然就出来了，所以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那一带地区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38节到最后。耶稣离开会堂，也去西门引导，可见西门彼得就是加百农的人。西门的丈夫破病，发热真烧，有人甲耶稣讲这个代志。耶稣徛我去伊的边责备热病咧脚体，有人随时起来甲伊伺候。日落的时，众人将有各种病的人拢带来找耶稣。耶稣一个一个甲因换手，拢甲因医好。嘛有鬼对真侪人的身躯出来，话讲你是上帝囝。耶稣甲因责备，毋准因讲，因为因知耶稣是基督。天一跟耶稣就出城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规定人在找伊，找着就甲伊留定，无爱伊离开。毋过耶稣甲因讲，我嘛着去别个城市传上帝国的福音，这是上帝差派我来的目的。因就继续伫犹太逐个会堂传道。所以我们读到在这里呢，看见耶稣在加百农安慰之村其实是得到支持，甚至在加百农38节，耶稣去到了西门彼得的家而他的岳母正发高烧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8章有记载，马可福音第1章有记载都让我们知道彼得是安德烈的哥哥。彼得他已经也结了婚所以他才有岳母，而他的岳母发了高烧不退但是耶稣来医好他不是只有暂时好，是马上立刻好。所以呢3个地方都记载
彼得的岳母呢就起来服侍他们啊，所以彼得可能跟妻子好，连岳母都在服侍耶稣，跟着耶稣一起来传道啊。但是呢，耶稣啊治他岳母的方式啊是斥责那个热病，斥责那个高烧，所以那个高烧呢就退了啊。所以有时候疾病啊也是用祷告的权柄。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的路加。让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来斥责这个背后攻击人的身心灵的那个势力啊，不论是疾病好，或是魔鬼的捆绑，或是死亡好，那耶稣都用祷告用权柄，在讲道的时候用权柄，在医病的时候用权柄，在赶鬼的时候用权柄好，所以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有神所给他的权柄，那这也是这个路加要我们看见的。那从第4章的这个42节开始一直到第5章的39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关于耶稣第一次周游加利利，在加利利各城的传道。好，那耶稣离开了西门彼得家，在加百农的时候呢，从一直医好他的岳母之后，彼得岳母之后，好，那大家都带着病人，好，或是被鬼附的，耶稣都把他们赶出去，都医好他们。好，但是呢，耶稣都不许鬼说话，因为鬼都知道耶稣是基督。好，刚才有说耶稣不愿意他的身份，基督的身份在这时候显明出来，因为他一显明出来，他就必须要上十字架。好，所以耶稣还在这当中。刻意的要保留他是这个传道人的身份那到了42节到44节，耶稣在做工到天亮，所以可见的耶稣从日落然后工作到天亮，耶稣去到荒野的地方，但是众人还一直找着他，可见这个真的是络绎不绝。而耶稣却说，我也必须在别的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所以耶稣也知道说，即便这个地方的人很欢迎他，但是他不能够只有停留在这边，他需要到各地去传道。好，今天的第4章让我们看到耶稣受试探，他在受洗之后，圣灵与他同在，而他在经过了旷野的试探，身心灵的试探，他也回到他的加利利，甚至到他的故乡拿撒勒。当他把神的话显示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故乡的人好像称赞他，但是呢，只是想要看神迹，或是呢，只是想要看戏，最后对他的在那故乡的眼中来看，这不就是木匠的儿子吗？是约瑟的儿子吗？但是呢，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没有办法行神迹，是因为他们的心里面不相信这个人耶稣是神的儿子。即便玛利亚的故事撒加利亚的故事，伊丽莎白的故事都被路加找出来了，但是他们反而还怒气填胸，想要动手用石头，甚至把他从山上推下去来杀害先知。难怪耶稣也曾经斥责他们杀害先知但是耶稣的服侍呢，却在加百农得到支持安慰，但是他不被强留在这地方，因为他要继续奉差遣到别的城市来传福音。所以每个基督徒都要奉差遣，在不同的地方离开舒适圈，不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因为你在熟悉的环境传福音是很容易受到拦阻的。但是当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在那边传福音，神的大能很容易就能够施展出来。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看到耶稣带着有圣灵的同在不论是旷野肉体的试探，或是高山心的试探，或是在圣殿的屋顶灵的试探，但是上帝你都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得胜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带着圣灵的同在，让我们能够来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已经来到。你要使那奴仆能够得释放，使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家中。也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到各个地方来为主做见证，愿意到各个不同的角落来为主宣扬，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号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